还有一类的题目是，请你用口语描述或介绍某一个人物特色，或者给你一个情境，请你说明你会怎么做的策略。也有可能是给你一个情境，请你说明如何应变，陈述理由，或者请你描述你做某一件事的动机。首先，我们来练习人物特色描述的回答模式。对象与你的关系，它的特征1、特征2、特征3。請你用自己話少改你最好改朋友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回答：辦紅要改同學，按到阿明，去上到凍過，題目樣。親愛打籃球，是愛最好嘅朋友。我們再多練習一題，請你用自己話，讓阿妹少改你改同學阿麗，去走半鐘。套用回答模式後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：阿麗是愛半改半鐘，去改跳那麼動衝，做事情動認真。是愛的辦紅最好嘅朋友。我們還可以這樣回答：阿天是愛辦嘅台上蓋，佢講話動生氣，窗頭老人停手，是愛的辦紅最好向下搞嘅朋友。